今年适逢咱昆生大天府建庙360周年，也是昆生王平安盐祭第19届。主办单位特别设计出6款限量的平安盐袋，要甲民众结缘。同时，为了呼应建庙360年，更号召360位脚踏车骑士参与护送平安盐的活动。今年刚好南昆生360周年，所以我们对外号召了这个360位这个游客来到这个地方，骑乘脚踏车，帮我们把这个盐送到我们南昆生这个地方来参加祭盐仪式，等于是说把自行车小旅行结合了我们这个平安盐祭来一起来带动。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有关庙方，还有这个我们平安盐祭陈董事长这个部分呢，大家互相的帮忙。我们庙方为了庆祝360周年的庆典所以在今年平安盐祭特别举办3天的平安盐祭，其中3天就是有那个360大圆桌那个信仰的那个国际论坛3天都是国际论坛。针对我们的信仰的宗教的信仰方面然后这其他第2天、第3天就是平安盐祭、请盐、祭盐、谢的活动。除了平安盐祭，在载号暗时，嘛有规划平安暗会，邀请京剧歌王歌后翁立友、朱海军、歌星梁文音以及京剧歌王萧煌奇压轴演出，活动愈暗是愈精彩。11月11号的晚上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音乐的晚会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的旅客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到台南，不但可以看到最传统的台南的在地文化之外，那我们的众神之都，我们的台南的这个宫庙，台湾宫庙之首。360年历史的这个南昆生代天府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白金之舞等等的北门我们的金仔角盐田都有很多丰富的内容。今年我们特别在我们金仔角和盐田推出了300多年来的第一支舞，我们以盐田当舞台然后不搭设任何的舞台，然后我们只跟当地台南在地知名的一支舞集去导演的这一出舞那这出舞大概60分钟，它有水地风光有白金岁月有谢天祈福。第12、13两天，活动现场嘛有艺术表演、盐 DIY、云嘉南观光市集，还有精彩白金之舞演出。主办单位欢迎全国朋友活动期间做伙来佚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